睇咧，即係 Cream 啦，呢隻歌係好吸引我啦，即係我哋要夾 band 已經係，即係好多朋友咧可以現場睇到，三位妹妹仔可能就咁跳舞唱歌，其實唔係㗎，佢哋係一個 band 組合嚟嘅。哇！係啊，嗱，佢哋各有分工嘅。聽樂器先。我係負責打鼓嘅。係啦，佢講嘢咁斯文，但係佢係打鼓。個樣唔似打鼓，打鼓好似應該嚟嗰啲。好算，有佢。好，跟住到 Couple。我係主音同埋彈琴。係啦，主音同彈琴。我知佢鋼琴好掂。麻麻地啊，跟住到 Nina。我係負責彈琴嘅。彈琴嘅。係啦，咁其實咧 Cream 咧之前喺香港咧已經出咗呢一隻嘅專輯啦，叫做 Cream Garden 嘅。咁其實內地暫時未有，但係好快咧，佢哋嘅新專輯咧幾月啊？5月底。係啦。就喺香港出啦，係咪？係。咁所以咧暑假咧，只要 Cream 咧即係放暑假唔使返學啦，咁就會好多時間咧就會上嚟內地做宣傳啦，係咪？係啊，所以到時大家留意翻新專輯，有啲咩特別啲嘅嘢新？暑假都會出國語碟㗎。暑假都有國語碟。係。咁而家呢隻碟咧就暫時喺廣州都未有得賣啦。係啊。咁我呢陣咧亦都會作為我哋今作品咧就叫做不可沒有。啱啱有朋友咧都 send 短信過嚟就問我呢隻歌嘅男聲係邊個嘅，究竟有幾咁吸引咧？不如由佢哋現場咧上好嗎？着天花與公仔去傾講，陪我去換除了自己身影怎對講，沒有半星光，內心總怯心慌，但我太寂寞，憑什麼找知己交往？沒有自由讓仔結伴唱首歌，沒朋友做喺悉心嘅後果，功課每人留在我房一個太自我，怕以後卡拉 OK 點唱入場只得我，即使我沒有歌，即使我沒法唱出。
從香港嚟追隨住你哋嘅 fans 㗎。係啊。